主后2022年10月初9，撒个教会主日礼拜。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士师记》第3章第1节到第6节。上主留这个族是要试验遐个毋捌经历迦南战争的以色列人，要予以色列的后代，就是遐个毋捌经历战争的人，知搁学习交战。留落来的族有5个非利士的领袖，所有的迦南人、西顿人，甲住伫巴力赫文山甲哈马隘口中间的黎巴嫩山的希未人。留这个是要用因来试验以色列人，看因肯听从上主通过摩西命令因列祖的诫命啊无。对安尼，以色列人住伫迦南人、赫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亚布斯人的中间，带因的查某囝做某，嘛将查某囝嫁互因的囝，煞去服侍因遐个神明。以上，愿遐这大家平安。英雄好汉是真侪人心目中的豪杰，英雄的故事、英雄的影片，也是真好的教育省视题材。毋管是真实的人物，也是虚构的角色，只要是英雄，拢会互期待伊是一个不世高手，就算历尽千辛万苦，伊也当完成救世救苦、救难的任务。圣经士师记就是记载以色列人伫士师的时代，有时阵因的民族陷入伫水深火热、困苦的中间，受外族欺压。上帝兴起一寡士师，成做因的英雄，救因脱离外族苦楚的手。这中间有12个士师。其中6个称做大士师的有俄多涅、以弗、底波拉、基甸、耶弗他、参孙。小士师有6位，是三加、多拉、埃尼、以比赞、以伦、押顿。大小士师并毋是看因大细汉，也是功劳大小来排比，是看因伫士师记的记载故事事迹是长是济，也是短是少，来决定的。其中上出名的是基甸、参孙甲底波拉。毋过，咱会将逐个士师以后陆陆续续来做介绍。之前有讲到，士师时代是伫约书亚过身了后，以色列人因拄分散徛起伫迦南地的处境，因也还未进入王国时代。伫这段期间，大约300-400冬，因甲迦南的外族做伙住，受因影响，毋但过带结亲情，而且也对因拜偶像，甲做遐个败坏伦理道德、违背信仰甲善良行为的行踏。因为安尼，上帝受气就透过迦南的外族来修理因。这目的是爱因悔改归向上帝。后来当以色列人会晓求救上主的时，上主就选派士师，成做因的民族英雄，救因离苦得乐，享受太平的日子。今仔日咱圣经的进度只有干那要看士师记第3章，因为第4章甲第5章拄好是咧介绍另外一个士师底波拉的故事，所以即礼拜咱就先看士师记第3章。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段伫第1节到第6节，
则讲到着留落来的迦南外族，约书亚带以色列征服迦南地，毋过只有敢若控制大部分的迦南地，并无能力完全消灭，也是讲赶出迄所在所有迦南民族。各支族犹原坐少甲因中间的迦南民族混居，年久日深，因通婚也学因的生活方式，甲拜偶像大得罪上帝。所以伫顶礼拜咱有读到，上帝就留遮个外族，用遮个外族人来试验以色列人，看因肯亲像因的列祖遵行上主的道路啊无。当伫遮第3章的1节到2节，也提出另外一个理由讲，上主留遮个族是要试验遐个毋捌经历迦南战争的以色列人，要互以色列的后代，就是遐个毋捌经历战争的人，知搁学习交战。接续会讲到3个士师：俄陀聶、以弗甲珊迦。第2段咧介绍即个士师俄陀聶伫第7节到11节。俄陀聶进前有出现伫约书亚记15章15节到19节，士师记第1章11节到15节。俄陀聶是犹大支族迦勒兄弟基列斯的囝，也是伊的囝婿查某囝押撒的翁。伊攻下底壁，处理头功，也带着迦勒的查某囝押撒做某。迦勒真疼即个查某囝，所以有送伊一躯黄，甲顶下冲石的水泉做灌溉做嫁妆。所以俄陀聶伊毋但是一个勇士，伊也是一个真有眼光远见、经营头脑的聪明人。当以色列人做上主看做歹的事，上帝生气就甲因交互米索不达米亚的古珊利萨甸王。米索不达米亚就是伫中东两河流域迄个巴比伦古文明，也差不多伫今仔日的伊朗、伊拉克地区。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也是对米索不达米亚移民到伫迦南地。古珊利萨甸王征服迦南地，苦楚以色列人8年久。后来当以色列人求救上主，上主就兴起一个拯救者，讨帮因。这个人就是俄陀聶。俄陀聶做因的士师，带领因交战，竟然打败强大的外敌，将古珊利萨甸的势力赶出去，也带互迄个地区足足有40年久太平的日子。第3段是伫12节到30节，遮讲到第2个士师以弗。咱咧读士师记会发现讲，士师的时代有一个历史的循环定律，就是以色列人惊上帝看做歹的事，上帝生气就照着外族的手来修理因。后来当以色列人因求救上主，上主就兴起士师拯救因，互因得到偌久太平的日子。士师以弗的时，摩押王伊基伦联合阿门人甲阿玛力人攻打以色列人，打败因，苦楚因18年。后来上帝兴起以弗做士师，伊优先是做刺客，就好亲像伫中国古代政科
来刺秦王的故事，只不过以弗又成功，而且全身而退，佫无壮烈成人。以弗是一个惯用倒手的，伊创剑伫正骹，伊担任以色列人的特使，送贡品予摩押王伊基伦。亚坦伊要甲伊基伦私底下讲秘密的话，伊基伦身躯边无随从的时，甲伊背剑拄死。当摩押王的部下发现的时，以弗已经走真远，而且伊号召以色列人反抗反攻，佮把守伫约旦河的渡头，毋准摩押人渡河转去到伫东岸，所以伫遐做一群杀死1万个摩押人的强兵。后来也带互迄个所在足足有80年久太平的日子。第四段是介绍士师三家，伫遮只有干一节的圣经咧介绍着三家，讲伊是阿那的囝，伊用赶牛的刺棍就拍死600个非利士人，解救以色列人。伊的资料非常的简短，咱会当了解的，就是讲伊所对付的敌人是瓦郡地中海沿海平原的遮个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因当当时有铁战车，有即个较先进的武器，也是较属于文明的一个优势的民族。以色列人对因无可奈何，总是三家单身对抗，佮头尾拍死600个非利士人，通讲伊是非常的神勇。另外，咱对三家伊使用的武器，是赶牛用的刺棍，这只不过是真平凡的牧民所咧使用的农具，可见三家伊应该是一个用饲牛放牧为主的农民定。咱通对这3位士师的信象，咱会当学习到什么？头一项，为主征战，着勇敢壮胆；为主征战，着勇敢壮胆。咱看3位的士师，因拢有共同的特质，就是因为主征战，勇敢壮胆。五道列伊对抗的对敌是来自北平美索不达米亚，这伫当当时是一个帝国的军队，嘛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入侵。咱通甲这批评着，好亲像是今仔日的俄罗斯咧侵略伊拉克一样。总是五道列伊做士师拍赢因。其次，以弗对抗摩押王，毋领单枪匹马刺杀伊基伦，佮消灭伊的主力军队。另外，士师三家好亲像是草蜢仔咧弄加工，伊挑战勇猛善战的非利士人，也拍赢因，讨放同胞得到太平。若毋是见义勇为，愿意为主征战，一般人咱因看到当当时因忍辱来逃生，会通生活会得过就好。总是遮个士师因愿意挺身，甲强敌拼生死，诚做真正的勇士，真正的英雄。箴言24章第10节讲：伫患难的日，适胆，气力就减少。
上帝伫约书亚记也一直对约书亚甲以色列人讲，着勇敢壮大。相反，咱今日住伫台湾，咱也一直有一个歹厝边不时虎视眈眈，要甲咱武力统一，就是中国共产党。咱也着勇敢壮大，咱相信上帝，上帝也会帮助咱，较赢凶恶的对敌。第二，善用上帝所赏赐的才能，善用上帝所赏赐的才能。才能是技术，也是能力。能力会当分做两种，一种是天生自然、天赋异禀，生落来就有即种的本事，亲像有的人对音乐，是画图、机械、车辆、花草农作物、木工、手工、煮食等等，这是因的才能，也是优势。当因好好发挥甲学习，迄个进步甲发展会比一般人搁较好。另外一种的才能是透过后天的学习，才得到的能力也是技术。像咱大部分的才能，也拢透过后天的学习甲训练才会晓得。譬如讲讲话、学语言、读册、做工课、驶车、拍电脑等等等等，总是才能也通看到讲有的才能即个先天的才能是经过后天的学习甲训练才发掘出来。亲像有人活到60-70岁才学画图，而且学甲诚好，佫会当开画展。亲像即个连家文医师的阿嬷就是一个例。另外，后天的训练也会当强化先天的才能，这毋免佫加讲啥物。咱来看圣经士师俄陀聶，伊早前伊志愿攻打连以色列第一勇士加勒都感觉歹讲的底壁。迄阵底壁也只不过是一个小所在若定，但现在俄陀聶伊亲像是小虾米咧对付大海翁，伊赶出美索不达米亚强大帝国的恶势力。伊就是善用上帝所赏赐予伊伫军事的才能。另外，咱看士师以弗，除了伊甲上帝照打，伊大牙膏以外，咱有看到圣经特别有提起讲，伊惯用倒手，伊惯使用倒手。伫上帝创造大多数的人惯用正手，毋过也有少数的人是惯用倒手。以弗就利用伊惯用倒手，伊开发用倒手抽剑的战术，刺杀摩押王伊基伦。以后咱也会伫大卫的故事中间读到，大卫以后有成立一支部队，是专门用倒手举武器的骑兵。搁再来，咱看到士师三家，伊上专长的就是举赶牛的刺棍，结果伊运用这项才能来杀敌600。这是非常惊人佮厉害。上帝互咱逐个人有无共款的才能运数，毋管是先天还是后天的才能，咱若好好善用发挥，也要诚做亲像以弗倒手的短剑、三家的刺棍，诚做征战得胜的利器，也是有力的服侍器具。第三，用这武器反败为胜。咱咧读圣经，圣经是上帝话相当会当振奋咱的心，因为上帝话信息可靠，上帝应允也的确会实现。上帝伊对无创造有，
对有创造万物极其的丰盛。咱也不断看到圣经中间侪侪遮个信心的英雄，因怎样瓦克主打败强大的敌人，亲像伫士师记所记载遮个正士书。因所活所踮的时代环境非常的险恶、劣势，人民袂记得上帝，民族也受外族苦毒。孤身一个人会当创啥物？会当改变啥物？总是当因互主使用的时，整个的命运就改变。用这武器反败为胜，因成做迄个世代、迄个地区真大的祝福。伫网络也有一支影片咧讲到着南投的草屯中学有一摆咧举行运动会，一个班级即个女子接力赛，伫因个班级只有甲剩一人的时阵，就是讲走到最后一名搁而且是即个接力赛的落尾名。伫咧看比赛，若像伫要定局也已经若像局势无法度改变啥，总是迄个走上尾名的班级最后一个选手，伊接着棒认真走，拍拼走，继续奋斗，一直走，结果超越前一名、前两名，而且到落尾比原先的第一名搁较紧甲入过。结果落尾就是上尾名变成做得到第一名，这真做一个互人真振奋、反败为胜的奇迹。所以，伫失败者，一切拢定局是无可能会改变的代志。毋过，对伫信心的勇士，瓦克主凡事拢会，人生无到伫终点，就拢还阁有反败为胜的机会甲可能。愿咱对事事的心上学习，为主征战，着勇敢壮大。咱也着善用上帝赏赐的才能，做上好的服侍，也尽力、尽最大的力，信靠主，做一个信心的勇士，尽最大的努力，求取反败为胜。愿咱的手所做的工，愿主坚固伊，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献上祈祷感谢，伫阮的国家要举行即个国庆的中间，你互阮知影，阮住伫台湾并无孤单，阮也有得到即个部分的世界的遮个国际国家的即款的支持，总是阮也有一个歹厝边中国随时想要甲阮侵略，要甲阮武力统一，总是求主你互阮会当勇敢壮大，靠你来赢过伫遮一切。阮嘛伫主你面前，阮嘛感谢你，互阮透过伫即个士师记，阮也看到遮个士师虽然因所踮的时代甲环境，并毋是介理想的一个时阵，毋过因嘛即个信靠上帝来拍败伫遮个强大的对敌，互阮也有即款的确信，伫人生虽然难免伫拄着侪侪欢喜不如意的代志，毋过阮也倚靠主，阮嘛相信阮也要成做一个得胜的人，来荣光主你的名，也成做阮的时代、阮的家庭、社会、教会的祝福。伫面前献上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名，阿门。上帝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
就照伊所运行伫咱诶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面。